目前桂林已經有6間草莓園，總面積超過2公頃，規模無輸善化，生涯一代，而且全數是由青年農民經營，主打友善栽培、觀光採購的模式，特別受到親子家庭歡迎，也漸漸累積出好口碑。我們歸仁草莓園從3年前1間，到現在我們總算邁入了，現在幾乎6間，希望越來越多。然後我們幾乎都是做友善農法，所以大家來我們歸仁都可以安心吃。對啊。品種有哪些？品種嘛，其實品種蠻多元的。像我們有伙伴，他們有種到日系草莓，很高級的，然後也有種幾乎啦，我可以講，我們每個廠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然後每個的品種，我們像什么，我們這邊有伙伴像余雲，他们就種到紅葉，然後像我們自己的河堤廠，我們就種的像金鑽香水美姬，還有一些日系的白草莓都有。那整个的品種上，我覺得我們非常多選擇啊。為將桂林的新寶貝介紹給更多國人大眾認識。桂林草莓季將在1月10號登場，現場會當買到雲雲、河堤、采樂美、田木木、富春山、加拉拉帕等6間古園出產的草莓，品種多元豐富，而且現在只要到區農會超市購買在地特產，單筆滿699塊，就會當得到草莓季700塊的抵用券。咱正月初10開始到3月初，攏是咱的草莓季啊，由我們6位青農來自不同的地方。像雲雲就是彭耀偉，他在那個大潭的高鐵下那邊。阿哥來的是那個富春山，文藝伊嘛是伫個大潭迄個高鐵卡。來河堤張清文伊伫馬廟，來田木木義俊他在馬廟。采樂文獻伊伫恁的阿魯古巴的附近。來拉拉帕永惠甲平原。伊伫咱歸仁潭墘大天府的對面，咱由咱這幾個優秀的青農，用我們的熱情，堅持友善，無毒的栽培，農會家呢嘛要支持咱的草莓青農，所以呢，若佇農會有購買699，消費699塊，咱就有送一張折價券100，咱有300份，送完為止。桂林區農會總幹事汪淑英表示，新出產的桂林草莓已經成為適客、鮮美、綠得筍、活最人格了後的地方第5寶，值得推薦。草莓有固定的1月中旬就會進入量產期，若是氣候穩定，會當持續到農曆春節後。歡迎大家做伙來桂林採購賣特產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